淑女晒雲，不倒翁吹波引宅男。Edison 夠愛黃蓉，以淑女姿態出處女寫真，大晒34 BMM， 硬冚一班青春靚模，半裸成為佢本書最大賣點。想睇真啲，又空而似路與雲，唔通想以奇招突圍？出動人力車喎，不倒翁 Gina 尋日去到銅鑼灣搞簽名會，同門嘅 Heidi 就坐林布堅尼出場，幾架勢啊！又喺玻璃屋度食雪條，吹波波，宅男仲唔俾你引死咩？班龍友梗開心㗎，但只係得幾十人排隊，輸晒俾踩入書展嗰班啊！呢度係我自己場嚟㗎嘛，使乜踩人哋場？咁我覺得呢度有自己地方啊，冷氣舒舒服服，我覺得唔又可以同 fans 逐個見面啊，握下手啊，咁又可以滿足下佢哋每個人嘅需求啊，唔需要造成混亂咯，去到呢個地方。咁又係 Gina 你本寫真直到尋晚8點都賣成5200本，繼續係寫真女王啊！